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今天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喜欢意大利菜的这个朋友呢，今天一定呢要做笔记；不喜欢意大利菜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你也千万呢不要放弃我们这一集，因为一定会让你有很大的这个心得体会哦。因为今天我们要请到维尼老师、范丽文范老师。今天呢，其实你这一道什么恶魔风味的这个意大利这个鸡腿哦，我看了我就觉得为什么叫恶魔啊？恶魔它就是辣的意思。对，其实意大利人不怎么吃辣，可能一点点辣对他们来说也像到那个恶魔一样的恐怖这样。所以吃辣的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喜欢我们今天这道料理。那不吃辣的朋友也不用担心，顶多你就我们的这个辣椒粉不要加，对，或者是一点点少许提味就可以，不要恶魔变天使。来，赶快看。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你可以准备干的香料，也可以像我今天准备新鲜的香料。那香料的话呢，我今天是选择迷迭香跟这个鼠尾草。那百里香也可以，就是你可以加你喜欢的香料，或者是你可以买意大利的综合的干香料，这样，然后一起来做这一道菜，就可以来腌这个鸡腿哦。对，那我们先把这个迷迭香这个是要逆它的那个，要逆鳞，对，逆鳞，对，把它剥下来好像在打一个什么电影的广告。然后跟这个鼠尾草，对，然后我们把它切碎，好多鼠尾草哦。对，鼠尾草的味道非常的特别但是不需要多对，很多东西就是过犹不及。好，我们把今天的这个新鲜的香料呢稍微剁碎啊。老师刚刚有说如果你在你所居住的地方呢要买到这种香料不是那么容易的话呢，我们就买一罐呢所谓的那个 Italian 的这个综合香料，非常非常的好用。我自己家里面一定都会。不管是台湾、美国京都，我都会摆一罐这个意大利香料，真的很好用。只要加上它，全部变成意大利菜。对。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把这个香料在我们的鸡上面涂匀那我们今天还会用一点点的这个柠檬皮，柠檬就是增加它的一些，就是不会那么腻。对，所以。我会又可以增加香气，对，我会磨一点柠檬皮进去像这道料理，你可以用全鸡。那全鸡的话，你可以把它从你的背脊剖开，把它打趴这样子。对。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加我们的这个灵魂就是这个恶魔，就是这个辣椒粉，然后还有盐巴，然后跟那个黑胡椒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淋我们的橄榄油下去。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腌隔夜。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稍微抓一抓老师不知道的人或者说中途来看这一集的，一定以为说这样就可以上菜了，已经很美了。这样看起来就对，已经很美了。对，好像已经不需要煮了对，我们稍微把它抹均匀，对，把它腌一下老师，像这样在腌呢，要不要用一个什么把它就是说封起来呢？就是用保鲜膜盖起来，然后放冰箱。那你可以前一天晚上就腌好，然后隔天来煎这样。那但是对意大利人讲，其实意大利人很像不会腌肉，他们就直接香料撒一撒就可以直接下锅煎。其实好像不止意大利人，我发现老外在腌东西，他们没有我们中国人这道要来腌入味。事实上，你说真的腌了这么久之后呢，它的营养素还有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不一定在营养学上面是 OK 的对，没错。那你如果说不喜欢那么油，你直接鸡皮那一面下去煎，还好的话，就是稍微锅底用少许的橄榄油，因为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有腌油了那不过用一点油，我觉得那个皮呢会更酥，对，会比较脆，比较酥。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每一个来宾来一定要带秘密武器才可以上节目我们皮要先朝下。好，秘密武器拿出来了，我看是一个砖块。对，这个砖块真的砖块啊！真的。天哪，我太神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砖块耶。对，其实像他们在那个户外 barbecue 的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鸡整只趴着的，是。那你要去煎到熟很难你把它用砖块压着，它煎出来的皮会很脆。对对对。还真的是一块砖块耶。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加一些这个刚才有多的我们就一起入锅然后把它先用一个，对，赶快用这个烤盘子，然后把它压着，就这样让它煎。那你在中途的时候呢，稍微翻面一下，比方说它一面已经煎到有点金黄了，你就稍微翻面。那再反复几次以后，大概30、40分钟左右就可以 OK 了。那不用进烤箱，不用进烤箱 ，OK。那我们可以加一点生菜在旁边。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呢是所谓的吃了不会变恶魔啦。只是说它这个名字呢，因为是辣嘛，所以我们就叫它恶魔这个鸡腿哦。我们今天的买1送2，当然还有这个的做法，老师赶快用30秒给你把它的这个秘诀赶快跟观众朋友再交代一次。好，那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用盐巴，盐巴就是粗盐，粗盐比较不会死咸。粗盐或者是海盐嘛。对，粗盐，然后盐巴、黑胡椒，然后其他任何你喜欢的香料，小茴香籽、月桂叶，然后或者是什么杜松子，对，然后把它剁一剁，碎碎，就是用那个捣的，把它捣成很碎，跟盐巴跟黑胡椒全部一起，然后把它整个肉都涂满。那一个 paper 就是你可以用真空包装对，把它抽真空，然后放到冰箱里。如果没有真空的话呢，你可以用一个那个篮子，就是下面底部有一个篮，然后有一个网状的立篮，然后压一个重物，让它血水出来这样子。然后7天以后呢，把它洗干净，擦干以后呢，一个挂钩吊起来，然后放在冰箱。把它吊起来呢，3个礼拜风干，3个礼拜，所以前后其实是1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这个意式腊肉哦，绝对哦，值得观众朋友去做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呢，Winnie范丽文范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全球的观众分享这么棒的这个意式料理。我今天真的是赚翻了，来这一趟桃园，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好，当然我希望观众朋友呢也会喜欢呢。今天呢我们介绍给大家的这个意式的这个料理哦，希望下次有机会呢，我们请Winnie老师再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呢分享他这么独特的这个意式料理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期待。我们下次见喽，老师谢谢您，谢谢。恶魔风味鸡腿的食材：大鸡腿1只，橄榄油20克，柠檬半颗。盐巴适量，辣椒粉适量，黑胡椒适量，综合香草适量。恶魔风味鸡腿的做法：将橄榄油、柠檬汁、柠檬皮屑、综合香草、辣椒粉、盐巴、黑胡椒均匀地涂在鸡腿上，放冰箱腌1小时，中间需翻面。平底锅加热，皮面朝下入锅煎，上面压一重物，煎到金黄色，再翻面煎熟即可。